喂，各位街坊兄弟姊妹，大家坐定定未？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件事，真係關乎到你、我、佢，甚至係全香港每一個人嘅荷包，甚至係我哋嚟緊呢一年生活過得滋唔滋潤嘅關鍵。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終於有啲眉目啦，大家最近係咪都覺得生活壓力好大？出街食餐飯又貴咗，搭車又加價，連買棵菜都好似要諗過度過咁。我今日就幫大家整理咗個超級懶人包，睇下政府喺呢份2026年度嘅預算案入面，到底係想幫大家一齊撐落去，定係繼續要我哋自己諗辦法？其實今次預算案最令大家關注嘅，肯定係嗰份諗起都覺得新鮮嘅抽獎式消費券。你冇聽錯，唔係以前嗰種人人派幾千蚊嘅做法，而係加咗抽獎元素。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要搞到咁複雜？其實而家全香港都講緊留港消費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而家度度都話北上消費，個個星期六日，深圳、廣州到處都係香港人，留喺香港嘅商場反而靜揀港，所以跨黨派嘅議員就提議，不如搞個抽獎式消費券，你喺香港消費得越多，中獎機會就越大，甚至可能中到幾萬蚊。呢個諗法其實好有創意，但係對於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嚟講，到底係想實實在在攞到幾千蚊，定係想搏嗰個未必中嘅大獎？呢樣嘢真係見仁見智。講完消費券，我哋再嚟睇下嗰啲日夜為咗頭家奔波勞碌嘅打工仔，特別係嗰啲有小朋友嘅家長。2026年呢個年份，其實好多家庭都面對緊好大壓力。今次預算案入面，好多跨黨派嘅議員都喺度強烈爭取增加子女免稅額。大家諗下，而家養大一個小朋友真係唔係講笑，由奶粉、錢、學費到報興趣班，每一分每一秒都係錢。如果政府可以將子女免稅額由而家嗰個數目大幅提升到例如15萬或者18萬蚊，對好多中產家庭嚟講，真係可以透到一啖氣。你知啦，香港嘅稅務負擔對於所謂嘅夾心階層嚟講，真係幾重下。如果呢方面可以放寬啲，大家袋入面多咗錢，自然亦都會更願意喺香港消費。呢個係一個良性循環。跟住要講嘅就係大家每年都好關注嘅公務員加薪問題。2026年，社會各界對於公務員加薪嘅聲音都好兩極。一方面有人話公務員工作量大，又要維持社會運作，加薪係理所當然，咁樣先可以留到人才。但另一方面，好多私人企業嘅打工仔可能連加薪個百分點都見唔到，甚至仲有裁員壓力。見到公務員如果加得太多，難免會有啲心理不平衡。如果今次加薪幅度係定喺2.5個百分點或者3個百分點左右，到底算唔算合理？呢個數目其實會直接影響到成個勞動力市場嘅趨勢，因為好多私人公司都會參考公務員嘅加薪指標。除咗加薪，我哋唔可以忘記社會上最需要幫助嘅一群。2026年嘅預算案入面，對於綜援、長者生活津貼、傷殘津貼呢啲福利金，大家最想聽到嘅就係雙糧或者半糧。老實講，香港物價升得咁快，對於嗰啲靠政府津貼過日子嘅老人家或者弱勢社群，嗰1000幾百蚊嘅額外津貼真係救命錢。如果今年可以繼續派雙糧，甚至係加碼，對於穩定社會民生真係好重要。我哋成日講要建設關愛社會，如果喺財政預算案入面都唔肯對呢班人慷慨啲，咁又點叫關愛呢？再反去講嗰個抽獎式消費券嘅細節。聽聞有議員建議，如果大家喺本地嘅餐飲、零售消費滿一個指定金額，例如係100蚊或者200蚊，就可以換取一個抽獎機會。呢個做法嘅目的係想大家唔好成日諗住去外地買嘢，盡量留喺香港。但係我哋都要諗下，對於一啲低收入家庭，佢哋平時生活已經好節儉，可能根本冇乜餘錢去進行額外消費嚟換抽獎券。如果消費券係以抽獎形式發放，會唔會令到最需要錢嘅人反而攞唔到保障？呢個亦都係社會上有唔少爭論嘅地方。有人建議不如折衷啲，先派一部分固定金額嘅消費券，例如派2000蚊底薪，剩低嗰啲錢先攞嚟做抽獎基金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覺得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好似好多變數咁。其實政府喺度平衡緊好多嘢，一方面要面對赤字嘅壓力，另一方面又要回應市民想派錢嘅訴求。特別係而家香港嘅旅遊業同零售業都仲係努力恢復緊，點樣利用呢份預算案去刺激經濟，真係好考財政司司長嘅功力。如果子女免稅額真係加咗，對你有冇幫助？定係你更希望政府直接減稅，或者提供更多租金津貼？我哋再詳細拆解下公務員加薪嘅背後邏輯。喺2026年初，我哋睇到私人市場嘅薪酬調查，發現好多行業，特別係金融同創科，
加薪幅度其實唔差。如果公務員加薪幅度太低，會唔會導致人才流失到商界？呢個係政府必須考慮嘅。但同時，公務員人數咁多，每加1個百分點，對於庫房嚟講都係一筆天文數字。所以2026年嘅加薪方案，相信會係一個非常謹慎嘅決定，務求令到社會各界都唔會有太大怨言。而對於嗰啲辛辛苦苦工作咗幾十年，而家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老人家，2026年嘅物價可能真係令佢哋好吃力。大家有冇留意到街市啲菜心、豬肉比起3、4年前貴咗幾多？如果預算案入面只係維持原狀，唔增加津貼或者唔派額外津貼，呢班老人家嘅生活質素只會越嚟越差。所以我哋見到好多跨黨派嘅議員今次都好罕見地達成共識，一齊向政府施壓，要求一定要照顧好基層。至於消費券，點解議員會提出抽獎式呢個方案？其實係因為大家發現，如果只係普通派幾千蚊，好多人轉頭就攞咗去旅行或者買啲外地產品，對香港本地小店嘅幫助有限。如果改成抽獎，而且限定要喺香港嘅實體鋪頭消費先有得抽，咁樣嘅定向消費可能會更精準咁幫到本地商家。不過作為市民，我哋最擔心嘅係個抽獎機制係咪公平、公開、公正？如果搞到好似以前啲大抽獎咁，要登記一大堆嘢，或者個中獎率低到令人絕望，咁就真係適得其反，反而會引起市民反感。大家試諗下，如果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真係落實咗以上呢啲措施，我哋嘅生活會有乜轉變？假如你係一個35歲嘅打工仔，有一個5歲嘅小朋友，你可能因為免稅額增加而每年慳返幾千蚊稅，然後你帶住屋企人去食飯，用消費券俾錢嘅同時，仲中咗個1萬蚊嘅大獎，咁樣聽落係咪好理想？雖然呢個係最樂觀嘅情況，但起碼俾咗大家一個希望。其實無論係派消費券、加免稅額，定係公務員加薪，所有嘢嘅核心都係一個錢字。政府點樣分配呢啲有限嘅資源，反映咗佢哋嘅施政重點。2026年，香港正處於一個轉型期，我哋唔單止要同內地城市競爭，仲要同全世界競爭。如果呢份預算案可以做到藏富於民，等大家都有更多錢喺手，對未來更有信心，咁香港嘅經濟自然就會慢慢好返。講到稅務優惠，除咗子女免稅額，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，例如係供樓、利息扣稅，或者係租金扣稅額。而家香港嘅租金依然係咁高，對於好多後生仔女嚟講，每個月一半人工都去咗租樓。如果政府可以喺2026年嘅預算案入面，將租金扣稅額再提高啲，或者延長扣稅年期，對呢班20幾歲到30幾歲嘅年輕人嚟講，絕對係一個大喜訊。我哋再講下綜援同傷殘津貼。喺2026年，殘疾人士嘅就業依然係一個挑戰。如果政府除咗派錢之外，仲可以透過預算案撥款，提供更多就業支援同埋津貼，俾僱主去聘請殘疾人士，咁樣比起單純派半糧或者雙糧嚟得更有長遠意義。當然啦，短期內嘅現金援助依然係必不可少嘅，因為生活壓力係迫在眉睫。其實成份預算案最令我感觸嘅係對於留港消費嘅探討。大家有冇發現，而家香港嘅夜市或者商場，雖然政府搞咗好多活動，但好似總係爭咁啲嘢。如果2026年嘅消費券可以配合埋一啲大型嘅本地盛事，例如係音樂節、美食節等，大家覺得喺香港消費唔單止係買嘢，仲係一種享受，咁樣先可以真正留住大家嘅心。抽獎式消費券可能只係一個引子，真正重要嘅係點樣令香港重新變得好玩、好行、好買。公務員加薪方面，我仲想多講幾句。其實公務員體系入面有好多基層員工，佢哋嘅人工其實同私人市場差唔多，加薪對佢哋嚟講係應付通脹嘅重要手段。如果因為社會輿論壓力而凍薪，對呢班基層員工其實係唔公平嘅。所以我希望2026年嘅加薪方案可以考慮得更全面，或者可以考慮底薪加多啲，高層加少啲嘅策略。咁樣既可以照顧到基層，又可以平息社會對高官加薪嘅爭議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係咪對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有咗更深嘅理解？其實每一份預算案都係一場博弈，係政府、政黨同市民之間嘅溝通。跨黨派議員今次咁團結去爭取子女免稅額，其實都反映咗少子化問題喺香港已經到咗一個好嚴重嘅地步。如果政府再唔用財政手段去鼓勵生育，未來香港嘅勞動力同競爭力真係令人擔心。2026年，我哋仲要面對人口老化嘅挑戰，長者生活津貼嘅開支每年都喺度增加。政府點樣喺有限嘅預算入面，既可以維持到呢啲福利，又唔會搞到庫房乾塘？呢個真係一個大難題。
有人提議過係咪應該引入更多私人保險或者強積金嘅改革，但呢啲都係長遠嘅事。眼下最緊要嘅依然係2026年呢一年，老人家點樣可以過得更有尊嚴。至於嗰份抽獎式消費券，我有個朋友就同我講，佢話如果抽獎可以中到2張來回日本嘅機票，佢一定會瘋狂喺香港消費。雖然呢個諗法有啲誇張，但確實反映咗市民嘅心態。大家需要一啲驚喜，需要一啲刺激。而家香港嘅消費氣氛真係有啲悶。如果預算案可以帶嚟一啲新意，未嘗唔係一件好事。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下2026年嘅預算案入面，除咗呢啲大路嘢，仲有冇一啲細微嘅細節，例如係對中小企嘅貸款擔保，或者係對初創企業嘅科研資助。呢啲嘢雖然好似同我哋普通人好遠，但其實係關乎到香港未來嘅飯碗。如果中小企倒閉潮持續，咁無論政府派幾多消費券，大家都會因為擔心失業而唔敢使錢。所以穩定就業市場其實同派錢一樣咁重要。總括嚟講，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關鍵字就係信心同動力。透過增加子女免稅額俾家長信心，透過抽獎式消費券為零售業注入動力，透過公務員合理加薪穩定公務員團隊，透過福利津貼嘅雙糧照顧好社會底層。如果呢幾樣嘢都做得到位，2026年對香港嚟講可能會係一個轉機。我哋大家一齊期待下，當呢份預算案正式公布嘅時候，到底財政司司長會唔會聽取民意，將呢啲跨黨派議員嘅建議全部採納，定係會有一啲更令大家驚喜嘅安排？無論點都好，我哋都要保持樂觀，積極咁去規劃自己嘅財務。畢竟政府嘅錢係一回事，自己點樣努力生活，點樣喺呢個多變嘅時代待到自己嘅位置，先係最重要嘅。大家諗下，2026年我哋可能已經習慣咗新嘅生活模式。如果嗰陣時香港嘅街道重新變得熱鬧，大家唔使再因為北上消費定留港消費而糾結，而係覺得兩邊都咁好玩，咁樣先係最理想嘅。我希望呢份預算案係一塊墊腳石，幫香港跳得更高，走得更遠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無論預算案最後派幾多錢，加幾多稅，我哋都要保重身體，心情愉快，因為有健康，有家人喺身邊，先至係最大嘅財富。2026年，無論世界點變，我哋香港人都要發揮嗰種打不死嘅精神，一齊加油。你對2026年嘅預算案又有乜睇法？你覺得抽獎式消費券呢個主意點，定係你覺得直接加子女免稅額更有實際幫助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意見，我哋一齊討論下。如果你想我幫你深入分析埋預算案入面其他細項，例如教育、醫療或者房屋撥款，你可以話俾我聽，我下次再同大家詳細拆解。